投所返来台湾，搁4天就要投票来决输赢，就惊最后的关头，互奥部影响到选情。韩国瑜的阵营日前来征求奥部108招，来警惕民进党前科累累，搁用演的演行动剧，提醒民众爱提防苦肉计，爱提防半路认亲等等，我乌、我红、我黄的奥部。韩国瑜嘛讲，拢已经到2020年遮尔成熟的社会咯，爱搁防选举的奥部，实在是想着心诚酸。韩国瑜嘛咧呼吁着政治人物宁可清气输，嘛唔通垃圾赢。这不是卖太阳的小孩，难道是冲冲冲的吗？就经过民进党选情出奥部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阵营搬行动局提醒选民。我姓王，请叫我小王。行政王小姐的剧情嘛编在内，韩国瑜阵营征求奥部108招，考试民进党录音大行路讲出奥部是前科累累，选情阁有可能透过苦肉计、半路认亲、变面的技术、加抹红等等方式影响选情。不要以为不可能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对手做不到。韩国瑜感觉行动局搬了真好笑，不过嘛真烦恼。看起来非常好笑，心里面是非常酸楚的。没有想到，2020年已经这么成熟了，我们还在预防选举的这些奥部，我觉得这对台湾民主政治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何尝不是一个讽刺？君不见了，前2、3个月突然冒出一个共谍案，一个26岁的250，叫做王立强，在澳洲突然宣布拿了钱来支持我选高雄市长，再一查是个诈欺犯的底，再一查当间谍还拍过沙龙照，再来一查当间谍到了澳洲还不会讲英文，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不可思议的设计的奥部，实在是对台湾民主来说是非常大的讽刺。参选以来，韩国瑜认为诉求是清洁选举，却是拢被抹黑。每一个候选人应该秉持着宁愿干净的输掉这场选举，绝对不要肮脏的赢得这场选举。选举越干净，执政越干净；选举越肮脏，执政越肮脏。只要选举一到这些花招、这些可怕的部署，都如影随形。韩国瑜嘛提醒民众，目睭要闭紧，唔通互另赢抹黑、抹红、抹黄等等的步数骗去。律师嘛强调讲，网络已经出现假合成相片，会提出刑事的告诉，绝对袂贴过。就算选举结束，嘛追究到底。